嘉义新港的板头社区运用100年的工艺，交织作品美化社区的环境。今摆要配合三峡，也有唐枪铁路历史，希望争取参加3年1摆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。坐着电动脚踏车，对着社区总干事的脚步，了解社区内底产业甲文化。嘉义县新港的板头社区为了要争取3年1届金牌农村全国比赛，今仔日调除模拟比赛实地导览的情况。我们社区的特色是这个板头社区的这个胶竹桃，它的特色。还有我们的这个苦楝花也是一种特色。因为这边的沼泽系的生态非常多，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3个生活生态来看到整个板头艺术村的一个精神。板头社区边仔的顶菜园社区，嘛爱伫咧推销农村文化，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农业社会人甲牛之间的关系，社区找了20只牛，准备要彰显过去牛喜牛食买卖的情况。即摆遐囡仔拢毋捌看牛啊，较早牛鱼去办，囡仔拢毋捌看啊。我们农业县，我们是不是在牛只上面，大家都用一点心，跟让人家更了解牛跟农民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想要让它这些无形资产怎么延续下去。这2个社区拢表示，因伫咧北港甲新港中，逐当来观乡的乡客拢有数十万人，希望透过农村改造，让乡客加做游客，让游客阁会使变做旅客，带动农村发展，让农村文化会当永续经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